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搁来我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古早人讲食饱食三餐，若看戏看乱谈。因为较早生活较歹过，真侪阿公阿嬷甲呾还搁爱食三餐仔肉，即嘛可能爱较呛脆。上新的研究就发现讲，食三餐仔肉、肥肉、烟肠，拢会增加得到灵感的机会。含饼少用的清洁剂，嘛要特别注意原物料的成分。颠倒是加啉一寡豆奶、食豆腐、啉米线汤，还有菜色果子，拢会当避免去得到灵癌。老台语讲新闻，咱时间交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老台语讲新闻》，我是黄秀文。今仔日带你做伙来关心健康的问题。伫台湾，冷癌影响着足侪查某人的身体健康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，其实老岁仔人嘛有可能得到冷癌。亲像之前有一个96岁阿嬷，伊的看护的帮伊洗身躯的时阵，发现到伊的胸腔有定角，带伊去看医生，真正是冷癌。而且呢，冷癌查甫人嘛有可能会得到。之前有一个75岁阿姑，伊会家己摸到伊的胸腔有定角，而且呢，伊的皮肤红红，搁肿起来。去看医生嘛，真正是冷癌。因为呢，老岁仔人呢，伊年岁较大，伊的器官开始退化，搁有一寡慢性病。你也是压力较大的时阵了。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健康，上好咧是定期的检查，嘛莫伤晚去治疗。我安怎照顾阮家己的健康呢？上好咧是莫食伤济、伤甜、搁有伤油的物件，亲像三餐仔肉、冰淇淋、肥肉甲烟肠。为啥食较济青菜甲有水果，亲像一寡植物性的雌激素嘛袂歹，亲像豆奶啊、豆腐搁有味素。会使保护你的健康，搁来是要维持你家己的体重，莫受大苦。有闲的时阵呢，就会使去运动。搁来是上好是莫接触伤济环境荷尔蒙，亲像是塑化剂，搁有重金属。有一寡咧清洁剂内面呢，其实嘛有环境荷尔蒙。所以咧，去摒扫的时阵，就爱去较注意啊。过来是氯化物，过来上重要就是要去病院爱定期的检查。啊，毋过有一寡人呢，其实伊得到冷癌的机会真正是有较大，因为冷癌呢，伊甲荷尔蒙就有关系。所以咧，你也是无生过囡仔，无饲过囡，你的头一胎是超过35岁。甲开始生出来，你的月经是12岁进前就来啊。啊，毋过咧，超过55岁了后，甲停落来，有咧食防止有性的药啊，搁有去接受荷尔蒙的治疗的话，安尼的人嘛较危险。搁来是慢慢互家己受大苦，因为受大苦的话，亲像你的 BMI 超过27，你逐礼拜运动无超过3届，而且呢，逐届运动无超过半点钟，你家己拢。就爱啉酒，还是食甜的物件，安尼你家己的身体状况嘛足危险的。搁来是爱去注意讲，你厝内的人，敢有人得过冷癌，还是你家己得过卵巢癌，还是子宫内膜癌，还是你的胸腔呢有接受过一寡放射的治疗，安尼的人就爱搁较注意你家己的身体健康。啊，毋过慢慢受过超凡，因为爱有好的心情，搁有好的生活习惯，搁才会使食饱哩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，我甲镜头，希望移动主播。